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2日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受天流性方面的影响，加上西南风增强，南台湾上大雨，高雄的沼庆昨积水有1半个恁仔悬，烦恼大雨会落雪灾情。屏东的树文川、高雄的武林、桃园、甲南马社，今日拢停止上班上课。瞬间暴雨，它就泄不了水。你看它已经淹到这个慢车道了。向向上倒来大水雨，和高雄沼庆积水有半个恁仔遐悬，好加在水真紧就退啊，受到地流方面影响，雨是落袂离，农民赶要采收，和切成规个桥崩逼量啊。我们正常一天的话，如果大概是300-400吨啦，那一天就是多收了1200多吨。切成无用的航七啊，避免不易。今嘛拄好是玉荷包采收的季节，农民嘛找卡销穿雨满来斗采收。前2档玉荷包的产量敢若1-2成，真无简单。今年产量总算恢复正常，农民绝对袂当互雨水来酸断这寡娇滴滴的玉荷包。下大雨有高湿嘛，湿度高，然后温度高，它就会产生很多的病害。玉荷包它又是甜度很高的，当然病害也会很多。雪水正淹开甲正深的三角梅，规丛就安尼倒落来，敢若剩一个树身。这是台南安平真有名的顿卡热点，因为雨水的关系，规丛全来倒落来。无这丛种偌久啊？10天吧。我等安尼等你头家唔足。嘛还好了。我们这是屏东县春乡，今天的雨量已经下了一整天。因应大水雨可能会造成灾情，屏东县政府宣布春日乡树文川2日停班停课，嘉义阿里山的5分仔车2日专日嘛宣布停驶。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山区昨昏落大雨，有4个雾台乡公所的外包人员，昨尾暗啊，互熊熊涨起来溪水阻挡，消防局赶紧去把4个人拢救起来，好佳在平安无代志。互救起来的4个人是雾台乡公所外包的土地测量甲监界的人员，甲巡山员，因伫土地部落做工课，昨下晡做好啊，要转去的时，伫爱寮南溪溪水熊熊涨起来，无法度过桥，掉伫遐。屏东的消防局伫尾暗仔5点多接到通报，出动13个消防人员，利用救生船，还有弹索啊去协助4个人撩过溪，爬起来溪岸了后，落尾有惊保险，拢总平安。提醒乡亲，西南风增强，加上在梅雨方面，伫咱台湾的天顶，今仔日咱全台湾的天气拢无稳定。气象局昨下晡嘛启动今年头一摆的大规模大雨预报作业。3点钟要提供一解上新的资料，要提醒乡亲，这雨一直落到后礼拜1，南部的山区总雨量有机会会达到900毫米，恐惊会露出灾情。对流的方面还阁咧无，加上西南气流变强，对流的分系是一波过一波接近台湾。气象局启动今年头一届大规模的雨雨作业，发布雨雨特报，提醒高屏甲台东县山区可能会有大水雨，台南以北甲澎湖马祖嘛会落大雨。尤其我们可以看到，在嘉义以南的山区，从今天入夜之后，会开始出现比较明显而且比较连续的降雨，累积雨量上，在这个地方雨势也会变得比较大。但我们要提醒，除了山区要特别注意长时间累积雨量之外，平地由于外海的强的雷雨云一波一波的移入，也会带来短时的强降雨。无稳定的天气一直到25，也就是后礼拜1，气象局预估北部的总雨量会有200到400米里，中部有250到600米里，南部是350到900米里，东部可能会有200到500米里。也若国家灾防中心嘛列出5个淹水高风险的县市，有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甲屏东县。另外，气象专家提醒，因为这波对流的方面结构是较线，加上望正雨的方面有无共程度对流的发展，预报较会有增差。不过中南部确定一定会落雨，爱严防连续大雨。长时间的一个降雨以外，有时候它还会出现所谓的比较短时的、比较急促性的这种短时的强降雨。那这种强降雨出现的时候，也会伴随所谓闪电、雷击或者是强的阵风哈。所以这个民众真的是在这1-2天特别不要到山区。因应南台湾可能会面临着大雨造成灾难，国军早起去屏东县，加东甲林边放沙包，同一个时间嘛传船艇，还有救灾的车辆，台边的人员已经进驻可能会有灾情的区域，随时拢会当展开抢救的任务。记者综合报道。
搁一摆提醒乡亲，这批雨水有可能会露出灾情，一定爱细致。咱来看云图，黄山雨的方面，加上西南气流，今仔日对咱台湾的影响真大。对卫星云图顶悬会当看到这个云雨区，有机会会发展出雷雨包，所以雨势真大。全台湾拢爱细致上大雨，尤其是中南部。气象局有针对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爱预防强阵风、单雷公、崩山土石流甲造大水。那明仔载方面的往南平山顶东、南部搁有中部甲北部、宜兰花莲雨就较掂，毋过伫南部、台东会继续受方面的影响，同款会落大雨。温度方面，因为落雨，所以温度下降，日时高温只剩26度到28度。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台北市有14间酒店昨暗开始开门做生意啊！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嘛带队去中山区的一间酒店，调查业者敢有做好徛名制、磅体温甲喷酒精。台北市政府是表示讲，会随时去调查，若是违规3摆，就会要求停业。扫描身份证、磅体温，手也爱喷酒精消毒。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伫1暗到中山区一间酒店视察行业的情形，防疫措施拢袂当减。黄珊珊讲，要求警方零检随机调查。警察局会有个稽核的 APP， 他们会来查证现场的客人他们的身份证，然后看看有没有被登录。如果没有被登录，就表示他们实名制没有做好，那我们就会进行相关的记点。超过3点以上的话，我们就会把勒令停业。酒店要合业有3项条件，首先是消防、公安检查爱合格，关键是人客爱实名制，出入爱扫描身份证。酒店员工也要完成实名制训练课程。全店的话都已经做过一个消毒的一个清洁过了，那包含所有的员工都已经经过那个 QR Code APP 的那个受训过，对，所有公司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台北市列管的68间酒店，有46间送件要申请合业，这个呢上山加中山区14间通过解封。所以这次会比较多的业者可能有一些缺失，以前都是可以限期改善的。那这一次因为它是副业条件，所以我们目前为止就是请他来申请复查，复查后合格，我们才会让他过。喷酒精7度啊，酒店员工伫咧营业前详细消毒包厢。虽然业者惊讲实施实名制人客变少，不过也是全力配合防疫，希望以后限制当慢慢放零。记者综合报道。那昨昏咱国内有新增加一个对境外带病之外的确定病例，目前咱台湾武汉肺炎确定病例计共441例。另外，针对第期来台湾的商务人士，疫情指挥中心是决定讲要用个案申请的方式来办理。那海军搬就咱的军事感染，伫抗体检查的部分，又搁发现有8人有抗体，即马等待追查。国内零确诊的记录到第13天停落来，台湾阁新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的病例，暗号第441，是一个30多岁的男性，今年1月底去墨西哥做工课，伊伫咧4月底出现发烧的症状，5月初出现嗽甲流的情形，5月20登来台湾的时阵，有主动甲机场的人员讲，而且嘛有采检，了后送去集中检疫所隔离，后来确诊，而且登来台湾了后，伊才收到墨西哥当地采检的结果，检验的结果是阳性。他好像有穿隔离衣，全程有戴口罩，适当的防护。那入境及送往检疫所及医院隔离，没有跟我们国内他的亲友跟其他的人都没有接触。为着强化社区的监测，指挥中心嘛主动回溯流感重症阴性的检体，做新冠病毒的检测。为1月24到5月18的期间，拢总完成431件，敢若有一个阳性，是第19个案例，也就是国内头一个死亡的病例，白牌车司机。村内检体检测的结果拢是阴性。我们的社区是安全的，所有的防疫的措施都不需要再另外新增的作为，持续我们朝向开放的路来走。针对外界关心的短期商务人士来台湾放任居家检疫的规定，指挥中心嘛决定会用个案申请的方式，可能是要国跟国之间来谈那建立一个互信跟一个认证。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来，所以用个案来做讨论。也那海军敦睦舰队搬就舰进前逼出群组感染，拢总有36个人确诊。为着要查清楚感染的规模，指挥中心针对军舰711个官兵做血清抗体的检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有8个无确诊的官兵体内验出抗体阳性，检判可能捌感染过，是属于真有可能的病例。不过实际感染源甲感染的管道，也阁爱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起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苹果日报》。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今仔日开幕，会审议香港版的国安法。中国有可能伫8月份直接对香港颁布法律，跳过香港的立法规，让香港的立法规变作空壳。针对这件代志，香港的民主派议员批评北京阿爸无注重香港人的民意，嘛迫害一国两制。来看《自由时报》。总统府伫5G控进前，请求互黑客入侵，无料本件互解决了后外流。经过调查，总统府的网络并无互入侵，无排除是私人的电脑无做好治安，文件才互偷摕，未来会加强治安的训练。来看《中国时报》，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昨昏时表示讲，高日节连续假期同意代替高铁卖自由座，也毋过反对卖客票。交通部是表示讲，若是无卖客票，烦恼运输量制作袂调。来关心上新版的进行更要安那分，政府按算是6月份的时要对外公布，若上紧伫7月份要开始实施。经济部是讲，支付的方式有行动支付、电子票券、纸本，未来嘛按算要加入信用卡，若要分偌济钱，要安怎用，也搁在讨论。经济部原本规划发放酷碰券，讨论超过3个月，总算要实施啊。毋但改名合作进行券，嘛规划增加预算。毋过主要也是以消费拍折的方式。有部分的民众认为讲，若对收入无悬，或者是受到疫情冲击、收入变少的民众来讲，恐惊刺激消费的效果是有限。我有钱消费，我就消费就好，我干嘛你来补助我消费多少才去抵多少？那个对一般真的没有钱的人来讲，没有意义啊。行政院顶日仔表示，上新版本的进行券预算的规模为原本的111亿提悬到300亿，支付的工具嘛会采多元的方式来发放。原本敢若会当透过手机App 行动支付，或者是悠游卡等等的电子票证，也佫有实体券。即卖还佫新增加一个支付的工具，也就是信用卡。按算7月份休热的时阵会实施。行动支付以及电子票证以及信用卡振兴券的主本。大概就是3+1。不过，大部分传统的店头认为讲，纸本的实体券较下用，所有的店头拢会当收费。如果是你用券的话，我们可能会帮助得到；如果是你用那个电子支付什么的，那我们就没办法了。不过，嘛有部分做职的业者认为，手机App 电子支付较方便，无论民众付钱，也是店头结销管理，透过线顶会当较好处理。不过，业者认为讲，有消费才会当拍折的方式，恐惊降低民众消费的意愿。就如果说2000才能去折抵1500，那是不是今天他们的消费必须要达到2000这件事情？那可能对于很多商家来讲，他这笔订单或者是结账方式，他有没有达到这个门槛？觉得受限范围会越来越多。部分的业者表示，7月份休热的时阵才实施，因感觉伤慢。对勉强咧经营的店头来讲，发放的时机是6月份上适当。也若团工一个人会当提1500块以上。经济部表示，实际的金额还佫伫咧讨论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官方交通部观光局按算伫月底要启动防疫旅游探路草，不过昨昏民间团体招待生已经推出防疫旅游的示范团，防疫是做甲加10层拢无问题，不过旅游的成本嘛对咧牙悬。游览车的运将用酒精甲规只车消毒，这是申请了后，伊接到的第2团旅客。这届接待防疫示范团，消毒拢有标准流程。接完客人之后，要接下一批客人，要再消毒一次，然后客人上来的话，只能开前门，因为他们的双手要消毒。为了防疫，是用高一个出入口，游览车敢若开头前门，上车进前先客爱先磅体温甲洗手，座位隔壁袂当有人，甲行李放好嘛坐好，带车的领队搁一届甲大家消毒。好来。好，那特别欢迎啊！这团员拢是当咧参加交通部纾困培训的旅游业者，透过这届的户外教学，会当加做未来规划旅游产品的参考。也若接待防疫示范团的餐厅，透早就无用安排座位，原本会当坐10个人的圆桌，敢若会当坐5个人，嘛用便当来取代规桌的菜。吃的是比较清淡，对身体比较好的方式，所以不可能那么丰盛。如果依这个角度切入的话，可能大家比较能够接受。如果要把距离拉开的话，那等于说一台游览车大概坐20个人左右，那这样子车资啊什么的，这可能会变成是一个
比较大的成本的负担了。因应防疫新生活，国民旅游的形态有真大的改变，主要的是户外的景点。咱若地方政府嘛已经有准备，比如讲台东县政府就规划农游采线团，带游客去做农特产。农游不是一般旅游，绝对是深度体验我们的农业，玩我们的农业。县府宣布6月份就会甲旅游业者合作，推出3天2暝，交通甲带免5000块的农业旅游行程，要抢国民旅游复苏的商机。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美国的国务院昨昏是宣布讲，要批准卖予咱台湾军事武器，是18粒 MK 的400重型的鱼雷甲相关的设备。外交部表示欢迎，那国防部嘛讲，这对维持区域的和平有帮助。那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嘛专讲伫记者会，恭喜咱蔡总统连任。To Taiwan, I want to say congratulations to President Tsai on her inauguration. The democratic process in Taiwan has matured into a model for the world. Despite great pressure from outside, Taiwan has demonstrated the wisdom of giving a people a voice and a choice. 总统蔡英文第2任的就职典礼，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的记者会亲身恭喜蔡总统搁再连任。唔那安尼，国务院政军局在5月7日搁较宣布，要卖军机相关的物件，予咱台湾，会卖18个 MK400 AT 重型的鱼雷。对于美方坚守台湾关系法以及6项保证的这个承诺，那我们也表达感谢之意。基本上是不是认为美方支持也协助我们潜舰国造这个计划？一点都没有错。对我们整体防卫能力是有提升的，对区域的和平稳定也是有注意的。这批编号 MK400 AT 重型的鱼雷，会使用伫102公里的时速攻击中国的航空母舰，也会使创伫800公尺深，是一个真有动力的潜舰。对马海舰解放军侵犯台湾真有后果。根据海军记录显示，伫陈水扁总统任内，捌伫台湾西南海峡进行4摆实弹射击，而且几落摆进行重型鱼雷实弹射击的演练。学者也指出，美国这摆卖重型鱼雷予咱台湾，唔那显示对台湾潜舰国际计划真支持，也通好维持台湾伫潜舰的战力。坦白讲，18枚量也不多了，因为我们潜艇的这个规模也很小嘛。不能说没有作用啊，或者就是说让我们这个潜艇的战力可以保持住嘛？我是觉得这样吧。另外，由美国主办的印太陆军视讯会议，咱台湾更较头一摆被邀请去参加。为相片中，会使看到台湾陆军少将谢宗宝和其他3个美国军官做伙出现，而且咱台湾国旗和美国、日本、英国甲韩国计共26个国家的国旗拢捆做伙，显示伫金幕顶悬。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中国的人民大会甲政治协商会议是迁到这昨晚才举行。开会的时，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因2个人无挂嘴罨，以及其他的人落互规定爱挂嘴罨。在中国的报告当中有讲到台湾，是强调中国今年对台湾的议题是要推动一国两制。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表示深切哀悼。中共全国政协大会下昼登场，开幕式全场先为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牺牲的民众哀悼，也因为防疫，除了坐伫上头前主席台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中共政治局常委等人之外，全场拢挂嘴罨。伫政协主席王强工作报告中，针对台港澳方面，比较2019年今年对台议题无讲伤济，只强调为着推动一国两制。紧紧围绕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深化同台湾岛内有关党派团体、社会组织、各界人士交流交往。受到疫情影响，中国两会延后2个月会召开，有专家预测，以往中国至少成长6%的经济成长目标，可能大大调低。身为两会焦点之一，两会登场，天安门的维安做甲真严密，也加强防疫措施。采访记者全部做核酸检测，记者会也改成视讯，连开幕式前的委员访问也加开访问。还需要检测，还有隔离，所以这个对记者来说很麻烦不方便。也有 live 直播来我们连接，是跟记者要开那个发布会，所以是感觉完全不一样。北京因为两会举行，保安工作更加严密，不少异议人士拢防严密的监控。
中国学者高卢18日伫伊的推特写，北京就公日有警察上门要求建立和谐关系。民运人士乌家也证实遭到公安变相软禁。他们的人在楼下的院门口啊，在小区的大门口啊，在单元门口啊，这些都有布控。中国第2回高规格的防治疫情，因为武汉肺炎伫中国亲像出现第2波感染的可能。上海防疫专家张文宏就伫微博打文，爱大家做好病例扩散的心理准备。官方发布中国20新增确诊病例2例，其中1例就是乌北移伫上海的本土病例。吉林为初7到19，肺炎群聚感染者已经达到46人，由外部找到感染源。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00万，即阵是504万例，死亡人数超过32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的病例有82000多例，咱台湾昨昏有加1例，目前计共441例。香港有1063例，日本有16000多例，南韩是11000多例。美国已经超过161万例，俄罗斯是超过31万例，巴西超过29万例，澳洲的西班牙超过28万例，英国超过25万例，意大利超过22万8,000例。世界卫生组织 WHO 第20日时是表示讲，全世界一天内就加超过106000个武汉肺炎的确定病例，是有史以来上济。表示讲，全世界疫情也在增加。世界卫生组织 WHO 20日表示，全球过去24小时新增加超过106000例武汉肺炎确诊案例，创下高一天上悬的纪录。In the last 24 hours, there have been 106,000 cases reported to WHO, the most in a single day since the outbreak began. Almost 2/3 of these cases were reported in just 4 countries. 谭德赛最热4个国家分别是美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目前全世界累计确诊数量超过500万人，总共造成32万8千多人不幸来死亡。伫咧富裕国家大大解除防疫封锁的时阵 ，WHO 对善食国家的状况表示真操烦。南美国家巴西疫情搁一届来恶化，过一天新增加2万件确诊病例，888件死亡，累计29.1万例确诊，总共19000个人死亡。巴西卫生部拜三批准公立医疗体系使用氯喹宁，甲另外一种羟氯喹宁来治疗武汉肺炎症状的患者，引起医学界抗议。医学界表示，因为无任何的科学会当证明讲，因对抗这个疾病是有效果的。Mais uma vez, a prescrição médica cabe ao médico e cabe ao paciente o direito de assentir, de consentir se ele quer ou não receber. Nós estamos informando todos os efeitos colaterais, estamos dando. 另外一方面，疫情上严重的美国，死亡人数超过93000人。啊，毋过为着要救经济，20开始，全美50州拢总小连续来解封。伫咧密西根州，因为政府还未放令做塔摩沙龙等等的商店重新营业，食饱的业者甲民众走去议会大楼头前，前塔摩表达抗议。I believe we have the right to work because I need to provide for myself. I don't think I should be shut down because if we all lived in fear like this, we wouldn't go anywhere. 啊，若是第2大确诊国家俄罗斯累计确诊数量嘛，伫咧20超过30万例，总共要3000人死亡。俄罗斯生技公司 BioNTech 表示，真紧就会完成武汉肺炎重症患者的临床药物试验。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的疫情影响日本的观光，今年4月份去日本的外国人只剩2900个人，甲去年同期比只剩1/1000。日本的观光只剩稀累咧。福冈、北海道、大阪各地景点拢无啥人潮，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日本禁止100个国家地区民众入境，造成航空公司减少航班，打击到观光产业。日本观光厅调查，今年4月外国人去日本佚佗的人数，甲去年同期的290万人相比，只有2900人，只剩原本的1/1000，创下56年以来上惨的纪录。韓国、中国の皆さん方がですね、あれだけ多くの方々がお見えになっておりましたけれども、コロナから全くダメになりましたからね。那店家生意受到影响，伫观光区工课外国人嘛失去工课。We lost a job in different country. Needs to be some people to work on this kind of problems.
要改善观光产业，日本观光厅提出办法，必须爱先恢复国内民众的行动自由，才有可能放宽入境限制。在目前日本39个县市已经解禁的状况下，关西、西、富关、大阪、京都甲兵库拢伫专家同意之下，伫利益解禁。也毋过首都圈甲北海道5个区域，因为无达到控制疫情的标准，必须爱维持紧急状态。京都を例にとって言えば、3月上旬、中旬の感染者が急速に増加するその直前のレベルまで戻ってい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す。第解禁了后，台湾暗时才营业的店家为23开始会恢复营业，8月开始各级学校会恢复上课，6月中第当开放社团活动。只是2了后，头一届停止比赛的夏季甲总园有缘未恢复。好今年特要毕业的高中野球选手甲教练拢真失望，第连续2季的甲总园比赛拢停办之下，各县市的高中野球联盟要考虑家己举行比赛。记者陈世龙整理报道。咱来看欧洲的希腊，因为有甲疫情控制掉的，所以经过欧盟观光旅游单位同意了后，希腊的政府已经宣布讲，对6月15开始，要重一寡重要的观光景点要重新开放。啊，那7月初1，直飞观光区的机场甲航班拢会开放。伫武汉肺炎疫情侵袭各国之前，希腊是全球上热门的观光国家，靠着地中海沿海的风景，加全欧洲上侪世界遗产的加持，观光经济希腊的经济相关收入占国内生产毛业 GDP 的25%，旅游相关行业的就业人口超过65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口16%以上。自流疫情毋但互欧洲各国医疗体系强要崩盘，也影响旅游相关产业。所以，随着确诊人数增加幅度较锐落来，各国开始放宽本国人甚至外国人的观光活动。希腊当然也无例外。Τουριστική περίοδος ξεκινά 15 Ιουνίου, ημερομηνία από την οποία θα μπορούν να ανοίξουν τα εποχικά ξενοδοχεία. Και από 1η Ιουλίου σταδιακά θα ξεκινήσουν και οι απευθείας πτήσεις εξωτερικού προς τους τουριστικούς μας προορισμούς. 为了鼓励国内外民众旅游，希腊政府也临时调降相关的加值税率，包括航空甲铁公路交通票价加值税率将会原本的24%减成13%，希望就此降低旅客所需要负担的交通支出，吸引更较侪人到希腊观光。Προτεραιότητα είναι να προστατεύσουμε τις θέσεις εργασίας και να βοηθήσουμε τους επαγγελματίες του κλάδου να ετοιμάσουν τη μεγάλη τους αντεπίθεση το 2021。为了维持已经有的防疫成效，无要互疫情搁再度影响旅游业，卫生单位也是会伫人聚集的所在，以无干扰观光旅行进行为原则，执行新冠病毒的抽样采检。除了希腊之外，同款靠观光发财的意大利也宣布6月初3开始，各机场重新开放后，国内甲国际航线班机起降。斯洛文尼亚政府打算对每一位国民发价值200欧元相当代表6500外块的旅游补助券，希望斯洛文尼亚的民众会当加留点伫国内观光。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第一线医护人员爱靠防护衫保护，啊，不过咱台湾的纺织业拢掀起国外较济，所以车衫的人才是真欠缺。今仔日公司台记台的新闻专题带乡亲，咱来看有一个70岁的阿嬷，这阿嬷伊逐工透早7早8早就出门去车防护衫，真做上界坚强嘛上大心的防疫国家队。他们说啊，你没有戴眼镜，你可以穿线。很多年轻的都看不到针孔。目睭有够来，轻轻松松就甲线穿过针。70岁的陈王秀基阿嬷，车衫的骹手是真美丽。伊伫4月开始投入隔离防护衣的生产，逐工透早7点20出门。家己骑车到公司，要做防疫国家队上坚强的靠山。到公司顿卡了，食早顿，甲隔离衫穿起来无啊滴咧。陈王秀基早早就准备好要来做事，要请隔离防护衣需要真有路的功夫，规条生产线的工课，拢考袂到这位18岁就开始学车衫的超级阿嬷。我品才不会，这里面才不会夹到就不行。
它切不能切太多，就一点点就好。负责这边隔离防护衣生产的厂长蔡金峰表示，在台湾会晓车衫的女工，大部分拢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造成讲因有机器煞无工通请的困境。为着要来帮助到咱国家的防疫队，第一个举手讲要来参加，我真热心。阮会安排讲，莫互伊共一个工课做了上过时间上长。但阿嬷讲，人活咧当四界走跳做寡代志，就是上幸福的。伊讲家己有故乡，脚手嘛无像少年的时阵遐尼溜咧。不过伊有心要付出，也真感谢公司体谅伊的身体状况。伊的后生虽然唔甘妈妈做事，不过也支持伊为着社会来付出的心意。我是跟他说，那天都卖走啊，这是他的专长啊。他有这个意愿的话，就出一份力。全家是都支持他了。出去也很开心啦，出去呢早出去，晚上就下午又回来。孙子就会阿嬷，你回来了哦，要上班就阿嬷你要小心哦。这项隔离防护衣的专案生产，为原定的3个月延长到6个月。但我阿嬷讲，隔离防护衣是保护第一线医护人员必要的物资，伊会当用伊车衫的专长来为防疫做寡代志，伊感觉真朴实，也真公营。记者由进场约水桃园报道。伊斯兰教徒的开斋节自本是这礼拜要开始，不过台北的清真寺因为防疫的关系，今年决定要取消礼拜仪式。穆斯林的教徒坐几排伫清真寺做礼拜。每一年的开斋节，台北清真寺上无拢会有2-3千的教徒来遮参加会礼。教徒拄大殿一直排甲好歌，不过今年拄着疫情大流行，市方讲，若是真正要遵守每一个人爱离1.5公尺的社交距离，敢若剩50个人会当参加，所以决定讲今年来取消。如果要开放的话，很多人都要来，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成立60年。到现在这真是第一次封寺。做礼拜进前爱先用清水净身。今年伊斯兰教的斋戒月到4月20日开始，逐工日头出来甲落山之间袂当食物件，若是结束的日期，也就是开斋节的日期，是照月球卡路来定的。预计伫即礼拜5月23还是24。今年破例无举办仪式，清真寺建议教徒到时阵尽量伫厝里做礼拜。对啊，没有 feeling， 没有感觉。风灾的那个。特别是什么？大家一起，知道吗？有风灾，有来做礼拜，有那个吃那个风仔饭啊。台北清真寺指出，因大年拢是伫咧开斋节的时阵，全台湾办上大的清真寺，挂一个人是以一年移工的人数上济。第二是巴基斯坦的移民，开斋节就那像是穆斯林的过年，不过为着健康，今年无法度庆祝，敢会当好好防疫。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能力稳定，续落来咱爱拼经济。商业总会昨昏开记者会，表示讲服务业的损失真重，希望政府拍算7月份才要推出的振兴计划，会使提早到6月份。服务人员趁餐厅休困的时阵，摕酒精甲桌仔甲环境4颗粒仔详细消毒。这是伫台北市金山南路已经有60多年历史的传统菜中餐厅，演过300多平食饭的空间，逐工人客是客甲吵。不过，从疫情发生了后，人客减真少。虽然政府推出各种的隔离贷款，不过业者因为唔捌有贷款甲信用的记录，若想要透过银行贷款，审核会有困难。一天做不到1万，后来我们又想起一个办法，想说大家一群人。在这边怎么办？所以我们就卖起便当来了。受到疫情的影响，国内经济产生真大的冲击。根据全国商业总会上新会员营收的调查显示，卖酒旅馆为3月份开始到达，订房率拢是0，观光饭店嘛，敢若剩15%。房租车的业者甲观光旅游的业绩是6-8成以上，甚至电影业4月份营业额嘛6-9成。目前政府建议7月份要发放振兴券，不过全国商业总会希望政府会当提早发放。消费券呢？要快啊，能够呢，6月1号就上路，不要等到7月份。你花2500块钱，政府帮你出1500啊，这个力道我们觉得可能会不足，所以商总提出5000块钱啊，也就是说用消费券但排户的这个条款啊，不要通通有奖。全国商业总会除了建议政府
应该要提早到6月份发放进行权，嘛认为应该要开通国际商务通道。7月初1安心国旅实施，8月初1开放甲国际旅游联盟地区的人民往来，才会当互经济复苏的 GDP 保益。记者综合报道。咱总统府伫5日控进前传出参像互黑客入侵，造成文件外流。立法院的司法委员会昨昏邀请相关的部会去做专案报告，毋过拄就任的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甲国安会的秘书长顾立雄，因两个拢请假无去，互南洋的立委是气噗噗，骂讲因无尊重立法院。总统府逼出互骇客入侵，疑似总统府幕僚的文件去互伪造外流，引起真大风波。检调即马目前展开侦办，台北地检署已经分案调查。法务部调查局是指出，府内资料外泄的途径有4种，分别是 USB 摆渡手法、跳帮攻击、机关人员去互锁定、特定的人士散布资料。因为案件是发生伫总统蔡英文就职进前，敢会是中国的网军来攻击，各界是一直在讨论。各种可能性都有，所以他们都。会全面性的来做调查，所以也有可能是大陆网军的作为吗？现在一切都还在调查之中。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嘛邀请相关部会进行专案报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拄就任的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拢请假无来，府方的人员无人到场。调野立委协商了后，规定警办的时间搁再审议，会议敢若进行短16分钟就落错散会。调委李桂敏是表示真不满，批评无来的官员无尊重立法院甲宪法体制，立硬是出来缓和气氛。这些的首长呢，不到。也不用书面或者口头说明他不到的理由，所以显然对于立法院、对于我们宪法的体制呢，不予尊重。其实，在我们立法院的惯例上面，然后跟宪政的体制上面，总统府跟行政院以外的，像司法院的考试院啊，他们除了预算案跟相关的法律案之外，他们是不必对立法院负责的。总统府传出互骇客攻击的事件还未收煞，又搁传出5月20日，真侪立委收到假用总统府名义的吊起电子邮件，想要骗个资，互人怀疑甲总统府疑似外流文件有关系。目前还没办法去连结了哈，不过这个都不排除哈，不过还是要靠证据来连结。刑事局证实，信件有恶意的定书，呼吁立委唔通点开，避免去互按木马定式偷摕资料。目前积极分析邮件甲追踪来源。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大拿部陈村案行政院目前已经核定计划，昨经济部甲高雄市府去会勘议定地，因为居民有提出5大诉求，毋过甲目前核定的计划内底无共，所以按算8月份要搁召开说明会，斟酌来讨论。今年2月份，立法委员才去大拿部来召开座谈会，收集民意。陈村案已经进行真侪届的说明甲座谈会，毋过地方也是针对政府保证讲土地当一边换一边，烦恼讲未实现，或者是无够全面。他要先采协议架构办理，上协议不成则依法办理征收，这是什么意思？那跟这个一坪或一坪的落差就很大了哦。经济部2甲市府会勘议定地，市府嘛提出行政院核定的计划，其实无法度满足居民的5大诉求，包括第一，迁村的条件要比定收较好，保证居民袂因为迁村来负债；第二，包括农地等等的私有土地，拢爱一边换一边；第三，换地了后面积无够起厝的，会当用成本的计数来买；第四，以透天厝来做定，无接受大楼主体；第五，无去用6日期的方便里17年，为着整个头的完整性，嘛应该做回6日期迁村的范围。做了一些讨论，但是都还没有具体的结论。那我们在今年2月也正式用公文来请经济部这边正视这个问题。那这些问题的处理呢，必须在合法的前提下。市府表示，已经正式发函予中央，希望经济部甲居民沟通。经济部工业局是表示，必须要确定迁村议定地敢是有够，所以到今也阁无法度来答应居民。8月份嘛会召开一边换一边说明会来当面讨论。不离个毛居民表示，迁村毋是当地主动争取的选项，若是条件无对等，根本无爱提。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民道大学2018年有收40外个史瓦蒂尼友邦来学生，毋过全国的数学工会即马是表示讲，学校用全班的名义，或者学生囡仔去冷冻工厂做临时工，来趁所费，也有学费。毋过学校讲，一切拢是误会。
学生实地实习来学安怎培育蓝花仔。伊是拄施瓦蒂尼来的外籍学生，毋过全国数学工会指出，2018年9月份，中华的明道大学就240外个施瓦蒂尼的外籍学生，所变做冷冻工厂的工仔。他们在这个学校就学，然后出外打工的时候呢，就在很恶劣的环境里面工作。那他们说每周呢就是工作40个小时。游泳会指出，明道大学那就是用不实的广告，强调讲伫咧台湾做山工，会当4年免来学杂费，除了会当学中文，还有逐个月6000块新台票的奖助学金。毋过实际上是去冷冻工厂剥鸡皮，逐礼拜5天，一工爱做8点钟，互即寡外籍学生变做学生工人。针对指控，明道大学嘛找外籍学生来说明做山工的状况。Temperatures were low, but they were not extremely low. Just moderate temperatures that were supposed to be there at the break because they are dealing with food. Our motto is very amazing, which is action, passion. 校方讲，2018年甲施瓦蒂尼参详协助农业发展，还有学生来台湾读册计划，迄当阵提供予外籍学生的这场学习计划，学生会当决定讲敢是要参加。企业除了提供奖助学金以外，学校嘛有做事情的把关。自行寻找到合法的厂商，我们也会协助到厂商端跟厂商来沟通，希望厂商能够跟学生签订合法的攻读契约。教育部高教师透过声明表示，校方迄当阵照国际产学合作专班的规模来规划课程，毋过并无协准办理国际产学合作专班。除了要求停止施瓦蒂尼学生伫咧校外工课，嘛停止抽象的契约，嘛甲108学年的外籍学生的名额减少，要求学校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提醒乡亲，大学个人申请昨放榜，今年分发率有6成，这是10年来头一摆超过6成。毋过有一寡私立学校学生囡仔无扣甜，这个名额会转去7月份的大学指定考试。今年大学个人申请第2阶段的甄试受到疫情的影响，考试相关的工课是较复杂，好佳哉拢已经顺利完成。今年87000外的报名的考生，有52321个人会当分发。分发率是60.01%，是10年来头一届超过6成。也若亏是4197个，是8年来上低。现在各大学普遍都会多列备取生，好，所以呢，这个也是跟我们分发会减少的一个原因啦。好，那这个备取数也是近10年来的最高。以第一志愿分发的考生比例有87%，甄选会表示。这会当观察到考生哪来哪重视申请的管道，竞争真激烈的医学系，今年招生595个人，有558个人会当分发。中国医药大学是招82个人，分发55个人；也若辅仁大学是招22个人，分发11个人，亏是有较济。每一个人都几乎如果选5、6个都是医学系，换句话说，通通会塞进去，那么一个人可能就有4、5个在手上。可是进来只有3倍的学生啊，所以会造成这样子的情形。154间大学有45间的课，比率伫咧1成以下。甄选会认为讲，除了学校提悬彼此的人数，无排除是甲今年因为防疫管制边境，学生无法度出国留学有关系。也若今年因为疫情下用应变方案的，拢总有21个人，落尾有14个人通过甄试，有13个人会当分发，另外1个人优先以正常的管道录取前段的校系。是用另外的名额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即阵已经发文予地方政府甲学校表示讲，咱国内疫情转好，学校会使开始准备毕业典礼唔免受室内100个人、室外500个人这个规定的束缚。所以地方政府嘛宣布讲，各学校会当开始恢复办理毕业典礼。教育部20发函予地方政府甲各级学校表示，为幼年园到大学举办毕业典礼等大型活动，不再受到室内100人、室外500人的限制。不过需要遵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防疫新生活运动。各管区也陆续宣布毕业典礼恢复举行。今天正式宣布，台中市境内各级学校今年会举行毕业典礼。台北市持
开放的态度办理这些大型的活动，譬如说毕业典礼。台中市长卢秀燕再次表示，支持市内各级学校的毕业典礼照常举行。台北市甲新北市也做出回应，表示对毕业典礼持开放态度，也毋过拢强调爱做好防疫措施，包括维持社交距离、挂吹暗、出入校门口量体温、活动空间保持通风，做好人流控管，也有签名登记。行政官也宣布，毕业典礼恢复6月23到30会当正常办理，也放宽毕业旅行校外教学的限制。那本县的相关的毕业旅行及校外教学，原本是停止到7月14号截止的，现在也可以恢复办理，只要是不过夜，能够注意相关防疫措施。受疫情影响，民团大学要缩小毕业典礼规模，一度引起学生不满。文大、台大、甲政大也拢改变毕业形态。也毋过教育部里已经发函各公司里大专院校通知毕业典礼，若会当遵守签名制，保持社交距离等规范，会当无受室内100人、室外500人的人数限制。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过去贴砖仔的比赛拢是查甫的选手较侪。不过今年第50届全国机能比赛内南区的比赛有4个查某的选手去挑战，其中有一个今年才17岁。大家选手无用得交红门图、贴砖仔和控砖仔，因拢是希望把真功夫摕出来，并说想要得冠军。其中才17岁，生做3个无班的李年希，为了今年的全国技能竞赛。一共1日拢练12点钟，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差不多有12个小时都待在工厂，对，然后每天差不多砌200块砖，可是因为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累得很开心。李年希讲，伊的梦想是未来想要亲手替亲人起厝，所以就算做土水这个石头辛苦佮熬暗针，甚至连甲手酸也是结烂，伊也无半句怨言，而且和伊同款。对做土水有兴趣，来参加控砖这类竞赛的女性，也打破英国纪录。这次砌砖职业的比赛打破以往几乎清一色都是男选手竞逐的局面，总共有4位女选手和14位男选手一起竞赛，颠覆传统的刻板印象。只要每个人都愿意奉献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创意，他一定能够在每一个职类成为翘楚。想要培养做土水的好手路。对搬砖仔、交红门图、控砖仔到贴砖仔，逐项都要下苦心训练。不过只要有兴趣、肯学习，职业无分贵贱，项项拢会出状元。记者综合报道。那台中大甲入南高中的各中机器人社团，甲人无爱滴的电金牌脚踏车，即马开做会当有动力发电车，毋那是低飞行的设备，嘛摕到全国各种生活科技比赛的头奖。学生过来搭脚踏车，因为搭愈多，生产的电就愈多，发电量为面板顶头就会使看甲1002册。台中大甲日南国中的机器人社团学生囡仔，大家就拢兴改造机械，利用社团的时间，甲废弃的脚踏车健身器材重新整理，成做即阵会当发电的脚踏车。这个作品也互因伫咧全国各中生活科技创作比赛摕到金奖。学生也想起当初时设计这台车的时阵，捌碰壁过。我们一开始是想说用马达让它产生一个逆电流来发电，可是马达里面的齿轮承受不了我们给予的压力，所以我们改用电磁圈来发电。结合科技的概念，也不断测试。学生搁伫咧发电的脚踏车顶悬设镜头仔的辨识系统，记录运动的人伊的心肺功能，也有运动的程度。即阵搁甲这的资讯结合，团起云端，伫咧后台做整理。运算的部分，我们是用国中所学到的能量守恒，因为转动的能量会趋近于你发电的能量，所以我们可以再换算出来说你大概发了多少的电。这是一个很好的启示，从生活中学习，在生活中找灵感。为写定式设计机关看线路到收集大数据的资料，日南国中机器人社团的老师甲学生做伙研究，为生活内底找找灵感，也实际应用伫咧学校所学到的知识。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国家交响乐团、两厅院，也有公共电视在所在合作，规划3场全世界直播的音乐会，头一场要伫5月20日举行。
结合俄罗斯民谣甲欧洲古典音乐色彩，交响乐团成员当地排练柴可夫斯基的 C 大调弦乐小夜曲。毋过想要好好表演，嘛无想的遐尔简单。团员爱照防疫规定，全部挂嘴合，而且座位嘛爱给我开。距离的远，尤其是从最右边到最左边，那几乎不太可能听到对方的声音。虽然这个人是比较少的，可是我在指挥的时候，动作要特别的大。最终的目的是还是要现场演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但是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安全的前提之下，能够做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呈现。国内武汉肺炎疫情当后，政府推出防疫新生活活动，国家交响乐团嘛甲公司两厅院合作，规划3场全球直播的音乐会，安排柴可夫斯基、德沃扎克、贝多芬等等的经典作品。若是这3场演出，2月30甲6月12拢会伫咧公司网络频道，还有公司家来直播。记者综合报道。有一间艺术拍卖公司想要提供清气的水资源，予非洲3个国家，所以就摕价值达100万欧元毕卡索的作品举办国际抽奖的活动，只要开100块的欧元，就当买一张抽奖券，任何人拢有机会会当摕到大奖。咱来看啥人遮尔幸运。加速着艺术拍卖公司的巴黎分部20公开举行毕卡索竞舞会的慈善抽奖活动。得主是58岁意大利妇女克拉蒂亚·珀格诺，伊的后生去年12岁用200欧元买2张抽奖券，其中1张送予伊，想要到这张好清券真正抽到大奖。Tiens à gagner ce soir ce tableau extraordinaire qui vaut 1 million, donc elle est millionnaire ce soir. Et tous les autres qui ont participé, ils ont donné tous 100 € à Caire. Et c'est quand même une très belle action caritative que vous avez faite. Merci à tous et à l'année prochaine. 这项慈善抽奖活动是为了替非营利组织国际关怀协会募款，所地将用地为非洲、马达加斯加、摩洛哥甲科麦隆3个国家的学校甲村庄提供清气水源的计划。这把被用来抽奖的画作是毕卡索伫1921年以岛顶的报纸甲可爱酒为主题所画。原本定藏伫知名的摩纳哥亿万艺术品收藏家大卫马纳德的收藏室内，伊有300件毕卡索的作品，163公分乘46公分的画作是伊手中上细100收藏品。I know that this painting will make a lot of people happier, and they have access to something that is very needed in this particular moment of the world. I'm so happy. You know, we are here to give, not to take, to give, and to make people happy and happier. 名额100欧元的抽奖券总计卖出51000张，募到510万欧元善款。29派抽奖券是伫法国卖出，其次是美国甲瑞士。记者综合报道。6月份是毕业的季节，虽然咱台湾已经会使举办毕业典礼，也毋过真侪疫情压力滚价的国家也无法度，所以毕业典礼拢取消较侪，都改做是线顶的虚拟的毕业典礼。有袂少毕业生是发挥创意，甲线顶虚拟的毕业典礼办甲真有看头，嘛是真使人难忘。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校长麦克杜拉克一个人对着镜头伫咧演讲，这是真侪美国2020毕业班的情形。受邀请发表毕业典礼演讲嘅苹果电脑执行长库克勉励毕业生掌握家己人生的方向。We're left with a choice. We can curse the loss of something that was never going to be, or we can see reasons to be grateful for the yank on the scruff of the neck. In having our eyes lifted up from the story we were writing for ourselves and turned instead to a remade world. 脱口秀的主持人艾伦迪·珍尼斯伫旧港版的艾伦秀节目，用轻松幽默的方式恭喜毕业生。Need smart people. Actually, you don't even have to be that smart. Just don't tell people to drink bleach. The bar is set pretty low at this moment. 亚历桑那州立大学，伊会当甲毕业生即时活动的机器人代替学生领毕业证书。佛蒙特大学的 MBA 毕业生纳坦尼尔·摩尔认为，抵抗疫情的前线医护人员方法装备无够，发动甲毕业炮关乎医护工作人员隔离病毒防范感染。Trash bags are being utilized as makeshift gowns. There is no protection to the arms or below the waist. 影音平台 YouTube 6月初六要一场名气正多亲爱的2020毕业班线上虚拟活动。
内面除了奥巴马红帽，也有 Lady Gaga、韩国的流行音乐团体 BTS、创作歌手Alicia Keys。这种线上的毕业典礼，的确是比传统的毕业典礼更加有特色。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甲明仔载2天，咱拢受风面，也有西南气流影响，各地天气是真无稳定，会落大雨，也是大水雨，无就是会向上大雨。今仔日咱台湾各地甲外岛有阵雨，也是雷雨，暗过中南部是有局部的大水雨。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29度；外岛是19度到28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好，我是台北仁济院总院长李荣腾。武汉肺炎在第一线防疫、医护人员以及全民的团结努力下，疫情相对趋缓，更获得国际的肯定。提醒国人，逐步回归正常生活之余，一定要更落实防疫措施：一、勤洗手；二、维持社交距离；三、避免触摸眼、口、鼻。当民众无法保持距离，或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时，请全程佩戴口罩，降低传染的风险。在外饮食也要注意适当的距离。若出现发烧、咳嗽、味觉、嗅觉改变等症状时，应该佩戴口罩，且避免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紧速就医。防疫绝对不能松懈，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家园。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大人囡仔，大家好，我是欢喜快乐无烦恼的蠓仔哥哥。咱今仔日要来介绍的就是佚佗米。佚佗米汉字写作佚佗米，罗马字写作吃一佚，科而佗，么一米。佚第4条，佗第5条，米第8条，嘛有人讲是佚佗米。囡仔耍的佚佗米真侪款，室外的佚佗米有放风吹、踢弹弓仔、打跷、拍干乐、抽风雷、旁踢田烟、抱裤仔等等。有的佚佗米敢若看名真正唔知影是啥，像干乐，伊是一种形像大粒田螺。在耍的时，要用锁啊绑好严，才大力甲拍出去的囡仔耍。风雷是一种拄开始咧耍的时阵，声音亲像蠓仔飞咧飞咧汪汪叫，后来会愈来愈大声，像弹雷声安尼的佚佗米。
胖德餐烟是一种外形像餐烟，不过是用竹仔做的七桃米，是漫画《哆啦 A 梦》内面看会到的道具，嘛是古早时代定定会看到的囡仔耍。阁有爆壳啊，是一种定定伫夜市啊会看到的七桃米，只要摕黄壳啊，甲想买爱的物件套起来，就会使爽爽啊，甲奖品砸进去的游戏。啊，若是要伫室内耍，嘛有线红飘、蝶珠啊，也是为日本传过来的剑玉。红仔飘会当用线的，嘛会当用伊的。线的就是甲红仔飘贴做一拍。耍的人轮流用手拎的迄张去线，看啥人会当甲上下面迄张线出来就赢。赢的人会当甲规塔红仔飘赢转去。伊的就是摕红仔飘顶面印的加刀、石头纸，也是军事枪击马炮来比输赢，看一摆要输赢几张红仔飘。六、七桃米、拍干乐。Q 风雷、胖德餐烟、爆壳。